喺呢段影片入邊，我哋會揾一個線性函數嘅極大值同埋極小值。以下不等式組包含咗4個不等式，設 R 做呢個不等式組嘅解區域。我哋需要揾線性函數 5x 減 2y 加10嘅極大值同埋極小值，其中 xy 係 R 入邊嘅任意點。為咗更清楚咁樣理解題目嘅內容，同埋幫我哋解答題目，等我哋先畫後解啊！你可能會擔心冇方格子點樣畫出不等式組同埋解區域，但我哋得嘅，一齊嚟試下。首先畫出第一個不等式嘅邊界，亦即係直線 x 加 y 等於20。我哋可以將 x 等於0同埋 y 等於0代入呢個直線方程入邊，揾到呢條直線上面嘅其中2個點，佢哋分別就會係0、20同埋20、0。注意不等號係細過或者等於，而唔係細過，所以我哋係用實線嚟表示呢條直線嘅。呢個不等式嘅解就會係呢條直線嘅下半平面。如果你唔肯定下半平面係咪呢個不等式嘅解區域，你可以喺呢個區域入邊任意揀一點嚟做檢驗，譬如最方便嘅00啊。將00代入不等式入邊，可以見到00係滿足呢個不等式嘅，即係話00係其中一個解，咁包含00嘅半平面就會屬於解區域啦。調翻轉，如果00唔滿足呢個不等式，即係話唔包含00嗰個半平面，先至係解區域。跟住用箭嘴嚟標示相應嘅解區域啊。然後同樣咁樣畫出第二個不等式嘅邊界，用實線繪畫直線 y 減 2x 等於2。呢條直線會通過-1、0同埋0、2。再用箭嘴標示出解區域。我哋繼續畫落去咯。畫出圓錐線 x 等於2，同埋水平線 y 等於3，同樣地用箭嘴標示出解區域。而家揾到4個解區域啦，我哋就可以將重疊嘅部分游上陰影，呢個部分就係解區域 R 啦。呢個可行區域係一個包含咗邊界嘅四邊形。喺呢種情況底下，函數 5x 減 2y 加10就會喺呢個四邊形嘅頂點取得極大值同埋極小值，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先揾出呢4個頂點嘅坐標，然之後再將佢哋代入翻函數入邊，咁樣就可以揾到極大值同埋極小值啦。我哋先將呢啲頂點標記做 A、B、C 同埋 D 啊。我哋由最簡單嘅 B 開始啊。B 係 x 等於2同埋 y 等於3嘅交點，所以佢嘅坐標就係2、3。然之後咯，A 係 x 等於2同埋 y 減 2x 等於2嘅交點，將 x 等於2代入 y 減 2x 等於2，就可以揾到 A 嘅 y 坐標，所以 A 嘅坐標就會係2、6。揾 C 嘅坐標做法差唔多，C 係 y 等於3同埋 x 加 y 等於20嘅交點，我哋可以揾到 C 嘅坐標係17、3。至於 D 呢？ D 係 y 減 2x 等於2同埋 x 加 y 等於20嘅交點，要揾佢嘅坐標步驟比較多少少，但係都淨係需要建立一個聯立方程，然之後解方程就得噶啦。D 嘅坐標就係6、14。而家我哋已經揾到可行區域入邊所有頂點嘅坐標咯，將每個坐標逐一代入函數 5x 減 2y 加10。就可以計到呢個函數喺每個頂點嘅值，比較呢啲值，我哋就可以揾到極大值同埋極小值啦。所以所求嘅極大值就係89，所求嘅極小值就係8。另外，我哋其實都可以用推算嘅方法，首先判斷一下函數會喺邊一個頂點取得極大值，同埋邊一個頂點取得極小值，咁樣就可以避免要揾晒所有頂點嘅坐標啦。我哋首先要畫出直線 5x 減 2y 加10等於0，然後將佢向上移或者向下移。而正正因為我哋會將呢條直線向上移或者向下移，事實上我哋畫佢嘅平行線亦都得㗎。亦都因為咁樣，我哋最需要知道嘅呢，就係呢條直線嘅斜率，而佢嘅斜率係 2.5， 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畫一條斜率係 2.5 嘅直線。
圖入邊淨係得直線 y 減 2x 等於2嘅斜率係正數嚟嘅，而佢嘅斜率係2，所以我哋要畫嘅直線應該係要再斜過呢一條嘅。無論係咁斜定係再斜啲，其實都唔會影響到我哋推線之後揾到嘅兩個所需要嘅頂點嘅。你可以自己試下。而家重溫一下，對於線性函數 p 等於 ax 加 by， 當 b 細過0嘅時候， p 嘅值係會隨住直線向下移而增加嘅。所以函數 5x 減 2y 加10就會喺頂點 A 取得極小值，而喺頂點 C 取得極大值。我哋只要揾到 A 同埋 C 嘅坐標，就可以揾到所求嘅極小值同埋極大值，而唔需要逐一揾出所有頂點嘅坐標啦。就係咁樣啦。